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前面的道路中有他的同在。今天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个礼拜，亲子礼拜。虽然疫情让我们没有减少敬拜上帝的心，在亲子礼拜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时时够我们用，你的平安跟喜乐也时时与我们同在，献上我们的感谢。亲爱的天父，在我们这疫情的日子当中，你的平安跟喜乐在我们当中，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不管在哪里都能够享受你同在的喜乐。恳求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快快回到教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你。在亲子礼拜祷告的过程中，恳求你垂听每个人的祷告，让我们所求所想和你的心意，就求主你来成就。你也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等一下的敬拜都能够成为馨香之气，献给天父。让我们的心专注，让我们的耳朵聆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行走在你的道路上，到老都不偏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罗马书第8章24节，因为咱得救是对五望，若是已经看见的五望，毋是五望，因为所看见的啥物人咧五望伊。豆豆，咱若五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存忍听候。230节，搁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弱，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豆豆圣神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监察人的心的，也知信心的意思，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搁咱知万项事3工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日子，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了的。罗马书第8章24节，因为咱得救是对五望，若是已经看见的五望，毋是五望，因为所看见的啥物人咧五望伊。豆豆，咱若五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存忍听候。230节，搁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弱，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豆豆圣神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监察人的心的，也知信心的意思，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搁咱知万项事3工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日子，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了的。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Jesus. Yo, shake it.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信靠主的应许，他话语必然成全。耶稣，耶稣，我深信靠，时时经历他恩典。耶稣，耶稣，宝贵耶稣。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彼得前书4章12节到19节。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遇到火一样的考验，不要惊怪，好像所遇到的是很不平常似的。你们应该以分担基督的苦难为一件热事，好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得到充分的喜乐。你们若因跟从基督而受凌辱，就有福了。这表示荣耀的圣灵，就是上帝的灵，在你们身上。但是你们当中有人受苦，不可是因凶杀、做贼、犯刑案或好管闲事而受的。如果受苦是由于做基督徒，不要引以为耻，却要因披戴着基督的名号而荣耀上帝。审判的时候到了，上帝家的儿女要先受审判。如果审判要从我们开始，那么不信上帝福音的人会有什么结局呢？正如圣经所说的，一人得救已不容易，不虔的罪人又怎样呢？所以那由于上帝的旨意而受苦的人，应该不断的以好行为来表示完全信赖那始终信实的创造主。各位小朋友，各位家长，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在今天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呢，老师要先来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难过的经验？有 ，OK。那大家有没有感受过比难过还要再多一点点的是痛苦的经验？这个痛苦的经验，好比说什么是痛苦的经验？有可能是你作业写不完的时候，哇，然后你已经很累了，然后你明天就一定要交出去的那种辛苦痛苦的感觉，你的身体快不行了，但是你一定得完成。或是另外一种，我们有没有在学校测过那种体能测验？然后你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刚开始还 OK， 你还喘得过气，然后到第3圈、第4圈的时候，你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一直喘。可是呢，你为了要能够把这个体能测验的成绩表现的是好的，你就不断的坚持，然后你的身体感觉到怎么样？好痛苦，好痛苦，好想要停下来。这一类的痛苦经验，大家有类似的吗？可以跟你身边的爸爸妈妈跟兄弟姐妹分享看看。好，那老师呢也有一个痛苦的经验过，那就是打篮球的时候。打篮球结束之后呢，身体就会好酸痛，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运动，然后就会很酸痛。然后过了很久之后才不会有那个酸痛的感觉，但是那个过程觉得非常的痛苦走路的时候脚会痛啊，然后手举高的时候手会酸啊，这个痛苦的经验，我们有很多痛苦的经验。那今天这个痛苦的经验，在这个彼得的书信的时候呢，他要对我们说些什么？他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而就是在今天早上，彼得他寄来了一封信。彼得是不是有寄来一封信？拿给我一下。好，彼得他寄来了一封信。那在这个信里面呢，他要带来关于苦难是什么，我们要如何面对它的一个提醒跟一个勉励。我来看看他说了些什么。在当时候呢，谢谢。在当时候，2000年前，有一群人，他们本来呢不是基督徒，他们本来还不知道谁是基督，然后呢，他们就是跟着他们本来的传统信仰在过生活，可能拜拜啊，拜土地公啊，拜关公啊，拜等等的神明。有一天，他们认识了这个上帝的儿子基督，他们听到了福音，听到了这个信息，他们觉得哇，果然这个真的是
上帝的儿子，他是真的，而且他呢会对我们带来帮助，所以呢，他就相信了。而他们呢，相信之后遇到了一段的经验是苦难。他们遇到苦难什么样的经验？是什么样的苦难经验？他们自从信了基督之后啊，就有人说，这一些人自从信了耶稣之后，每次我们在拜拜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都不跟我们一起拜啊。有人说，这些信耶稣的人，他们只相信他们自己的神啊，其他都不信，而且还不停的说他才是唯一的真神啊，还要我们去相信，有够讨厌的。又有人说，他们不吃我们怎么样拜过的东西啊，这怎么行？浪费食物。这些基督徒他们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受到大家的质疑啊，有言语上的攻击，有身体上的怎么样攻击，他们有受伤，他们经过这个身体跟心灵的攻击之后，他们好难过，所以彼得就寄来这封信，要来劝勉励他们。这个苦难呢，如果呢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而受的，那其实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他说你们就有福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彼得说，当你们为基督的缘故受苦，你们呢就是分担了基督的苦。讲得好特别，有听没有懂。其实呢，彼得的意思是这样子：当我们呢跟基督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受到的这些痛苦啊，是因为基督的缘故的时候，其实基督他很开心，因为当你们受到苦难，当这些人受到痛苦的时候，代表着他们还怎么样？还继续坚持着相信耶稣啊。所以这个苦其实呢，将要在天上给予一个祝福，而在经历了这些痛苦之后呢，他们会得到不一样的赏赐，是从上帝那边而来的赏赐，是财富，是想不到的美好，是幸福的，是完整的生命体验。这些东西在我们地上都是很难得到的宝贵的事物，我们很想要拥有，但是地上没有，都在天上。那在这个地方呢，彼得的勉励也让老师去想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海克力士这4个字？有听过？很好。没听过？没关系，那我讲给大家听。海克力士呢，他其实是一个希腊神话里面的角色。他呢一半是人，另一半是神。他的身体里面呢是半人半神的组成，所以他比人类还要怎么样？还要有力量，但他比神明怎么样？还要再弱一点点。他在地上的世界呢，就叫做半人半神。海克力士他长大了，成为青少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他，学习了一身的怎么样功夫啊，力气大又有功夫，对于武器呢，弓箭啊、刀子啊、矛啊等等的斧头啊，他都非常的精通。有一天，他在下午的时候，躺在一个草原上面的草的斜坡上面，那个时候的风吹得非常的舒服，他躺在那里睡觉。不知过了多久，从不远处走来了2个人，其中一个人，她是一个女生，她长得很漂亮。然后呢，靠近海克力士的时候，海克力士就醒来，问说：“你是谁？”
而这个长得很漂亮、头发很长、眼睛很大的这个美女，就跟海克力斯说：“其实呢，我来这里是想要问你一些事情。”海克力斯就说：“你要问我什么事？如果我能够提供你非常多的财宝、非常多的食物、美酒，你能够享尽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你愿意吗？你愿意跟我走吗？我这些都能给你。”另外一个人也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他是一个学者，他看起来呢不怎么样，因为他被一个布给盖起来，然后呢看不见他的五官。他的左手拿着一本很厚的书，他的右手呢拿着一把很锐利的宝剑。他走向海克力斯，也问他说：“如果我能够帮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英雄，你愿意吗？”海克力斯想了一下，我想要成为那个很厉害的英雄。这个学者又对他说了一些话，他说：“好，你愿意跟我走，我能够帮助你成为英雄。可是你必须经过一连串的什么考验，是非常辛苦的哦，而且你必须进入到黑暗之中，才能够看见光明。”海克力斯想了一下，没关系，我可以的。于是他就跟这个学者走。果不其然，过了不久，海克力斯杀敌无数的这个消息呢，就传遍了整个大陆啊！哇，大家都知道海克力斯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的力气很大，他杀了很多的怪物，他是一个非常棒、非常善良的半人半神，人们称他为大力士海克力斯。这个故事要告诉大家什么？其实这个故事也带来了一个提醒：如果今天海克力斯他选择了跟着另外一个眼睛大、头发长长的这个女子走，他也许可以成为非常富有的人，或是成为就是享受一切荣华富贵的人。可是也可能也不过仅此而已。可是如果当他成为了大英雄，他可以帮助非常多的人，他也能够怎么样打败许多的怪物。然而在这个成为英雄的过程里面，荣华富贵是马上就给你，但是成为英雄之前必须接受挑战，而且必须克服挑战，这个过程是痛苦艰辛的。就好比彼得他在勉励这些改信基督的这些人，在跟随的时候呢，会有苦难，会有痛苦，然而不要气馁，不要放弃，因为在这个苦难的背后是祝福，他们要得到天上的赏赐，他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觉得苦难好像不一定是坏事？苦难有时候甚至帮助我们成长。然而彼得也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些苦难不能是因为做坏事，不能够是因为好管闲事，就是台湾人说的鸡婆，不能够因为不好的动机，然后你怎么样受苦，然后你怎么样，你开始想说这个受苦的过程是为了基督。不对，彼得他提醒，受苦的缘故动机必须是什么？是好的，不能是因为这些缘故受苦，在天上才会有赏赐，而上帝呢也才喜悦你
你为他付出的一切。所以当我们经历了彼得所告诉我们的这些，还有海克力士的故事，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今天这一些故事跟这一段话，彼得所说的这些信息，对我们带来了2个提醒。第一件提醒是，苦难不一定是不好的，它可能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壮，变得更加有智慧，变得更加坚强，使我们怎么样？更加的信靠上帝。然而第2点，苦难也不能够是怎么样，因为不好的动机而出现的。如果是，那这个责任，这个苦难是因为自己的不好而必须接受怎么样？这个不好的经验，他不一定会得到什么，得到刚刚老师说的天上的祝福。所以苦难也带来了什么提醒？如果你动机不对，你可以改变这件事情，不要再做这样的不好的事情。而如果你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而受苦，那你可以大大的开心。愿上帝的话语实实在在的帮助每一位孩子们以及家长们，让我们从上帝的话语当中重新来得力。让我们一起来读本周金句：你们若因跟从基督而受凌辱，就有福了。彼得前书4章14节。你们若因跟从基督而受凌辱，就有福了。彼得前书4章14节。恁若为着基督的名受凌辱，恁真有福气。彼得前书4章14节。恁若为着基督的名受凌辱，恁真有福气。彼得前书4章14节。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陪伴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看不见摸不到，但是你始终在我们身边帮助保护我们。你让我们透过学习，让我们透过挑战，使我们的身体跟心灵不断的茁壮，也让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的所言所行能够成为一件荣耀你的事。而在别人眼中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要称我们为基督徒，跟随你的门徒。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身份，也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认识你，在我们还那么小的时候。也感谢父神安排这么棒的父母在我们身边，用他们的话语不断的栽培我们，帮助每一个孩子，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越来越像你，越来越强壮，成为你的精兵，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将以下时间全然交托，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阮伫体里的爸，喊你的名声，你的高领教，你的指引伫遮，伫地认亲像伫体里。阮的密史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你带阮的支持，会得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阮的因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袂尽。阿免。嗨，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这礼拜的游戏呢，会需要请大家准备一些道具哦。那这个游戏叫做衣架怪手，所以呢，只要你家里有一只衣架，就可以玩这个游戏。你还会需要准备一条绳子，就是尼龙绳，或者你家里如果有毛线的那种比较细的线，其实也是可以的哦。那最后呢，如果你连这两个都没有的话，你有很多橡皮筋，你也可以用橡皮筋把它串成一条长长的绳子。那这个游戏呢，会需要这种家里有胶带的话呢，会需要胶带。然后等一下我们要把胶带这样立在地上，用我们的这个衣架的勾勾呢，去把它勾起来。只要能够成功的勾起来，就是完成了这个游戏的目标了。如果你们没有胶带的话，有钥匙圈也可以试着挑战看看。不过钥匙圈的难度呢，会比较高一点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游戏的操作吧。好，我们现在挑战最简单的第一种方式。我要请我的小帮手来出来，小帮手，我们呢有2个人用2条绳子，一个衣架，然后这样子穿过衣架的2边，然后我们就是2个人呢，把绳子拉紧，让这个衣架可以在中间的地方勾勾朝下。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成功的把这个黑色的胶带呢，把它勾起来。好，预备，开始。我们一开始摆的位置不太好了，好，这次一定会成功。预备，刚刚游戏不错。好，这样就成功喽。接下来呢，我们来挑战更进一步的难度。这次没有小帮手，所以就是一个人一条绳子跟一只衣架。所以你只会绑在衣架的这个地方哈。那我们呢绑的时候呢，让勾勾是这个方向往下面的。好，任务是一样的哦，我们要来把这个黑色的胶带吊起来。人生呢，有时候不会那么顺利，各位小朋友，我们需要多多尝试。那有时候这也会跟你家的地板材质有点关系。好，我现在钓鱼，钓到之后拉起来，再来啊！不好意思，好。小朋友多多尝试哦。2 hours later. 加油，木瓜哥哥，你可以的。好的。
2,000 years later. 经过了一番努力，终于成功了，耶！好，接下来最后一个挑战呢，需要2个人，也是最难的哦。这个挑战就是像刚刚那样一样，先由一个人呢把这个胶带勾起来之后在空中传给另外一个人。好，我们来看吧。好的，耶，成功了！呼呼，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挑战这个游戏吧。因应疫情，我们依旧维持线上亲子礼拜，欢迎礼拜天早上9点与我们一同在线上敬拜上帝。9点半邀请小朋友依照你们的年龄进入幼儿园或低、中、高年级的线上 Meet 分组里面，与同学们一同分享。10月份开始会增加国中组的线上 Meet 时间，欢迎国中的伙伴们能够踊跃参加。本周读经范围：圣经彼得前书第4章12到19节，圣经彼得前书第4章12到19节。疫情期间，我们持续透过网络在线上敬拜上帝，邀请家长可以在东门喜洋洋的赖群组为孩子参加线上礼拜留下照片记录哦。各位小朋友早安！教会将在10、11、12月每个月各举办一次儿童快乐营。10月23音乐律动营，11月27科学小达人营，12月25体能运动营。时间是在礼拜六下午3点到5点半。同一时间还有幸福家长成长班。欢迎家长踊跃报名，详细的报名费用和资讯可以打电话到教会来询问，或是参考教会粉专公告的活动资讯。又到了一季的结束，今天呢是庆生会。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校长有特别报告。那在最后的结束祝福祷告的时候呢，传道也要特别来为7到9月的孩子们来祷告，愿上帝能够增添你们平安、智慧和力量，让你们在学校、家庭以及教会的线上聚会当中都有好的学习跟成长。那这时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东门教会的孩子们又再一次经验到了主啊，你所赏赐的那一份平安，让我们可以在7到9月的过程当中，虽然有疫情，但我们仍然透过线上聚会的方式来到你的面前，也透过线上聚会的分组讨论，我们有好的交流交通，互相的来了解彼此的想法，透过彼此也好的学习。主啊，我们也为了我们的疫情来请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11月的开始，我们可以有一个期待，愿我们可以是能够回复到教会的实体礼拜当中，来彼此面对面，不再受到疫情的危害，也帮助今天生日一起庆生7到9月的孩子们，
他们都能够从灵里以及身体上，从你那得到一个大大的智慧，还有一颗爱人的心，以及强壮的身体，更多也帮助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家族、父母、阿公阿嬷都能够因你主啊，因着这个孩子今天的祝福，也祝福到他们的家里，让他们也全家一同领受平安、健康以及喜乐。我们将以下线上聚会的时间也全然交托在你手中，保守我们在线上聚会的过程，我们能够和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有好的分享跟讨论，也能够透过老师的教导，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圣经要对我们说些什么。我们将这一切全然献上感谢，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